他出现了！快跑啊！快跑！李轩辕，李轩辕，他已经不是李轩辕了。快走！李轩辕，我是你的继灵人。我跟你说，他现在不是李轩辕。不是李轩辕是谁？李轩辕，你连我都要伤害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一点都不怕你。李轩辕，我可不是你的守护灵。不过看在这具身子上，暂时饶你一命，可是别人，我要杀光光。李轩辕，我要你回去！跑啊，跑！郑信，郑信！你很有趣，你是第一个说我有趣的人。杀了你的乐趣，抵得上这里所有人。你这么危险的艺人，如果不处理掉，那就是我的失职了。什么情况？他们俩有的打了，不会干扰到你和我。你又想干嘛？
什么鬼啊！开挂也要有个底线吧？毫无底线可言吗？我说，难不成这场战争，老子要被撑死？看来这蠢货还是很多。再吃点儿。蹲下！换种打法。你定。饭后先聊个天吧。撒豆成兵，我确定你不是纪灵人。我早就说过，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这种太平道术，你是张角。张角，哼，算个屁！不过这种黑科技，倒是已经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。未解之谜，总是形如鬼神。我倒是很好奇，你已经异化到了这种程度，为什么不用纪灵人束缚你的心神呢？是不是颠覆了你的世界观？这就是科学的力量。哈哈哈哈！本为妖人，妄谈什么科学？是时候让你见见几个熟悉的人了。哼！你们不是明明已经死了？人死了，但恨还在。我和你之间的怨恨，在很早之前就结下了，在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原来是你！忘了叮嘱你，这4颗豆子有毒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就如之前我所说的，你这么危险的异人，如果不处理掉，那就是我的失职了。住手！他是我的守护灵，你不可以杀他。你的守护灵？
他是2个人格共用一具身体，这个是坏人格，刚刚被放出来。好人格叫李轩辕，是我的守护灵，你不可以杀他。你要想杀他，先杀我。快闪开！小心！李轩辕，是我啊！你都不记得我了吗？难道你都忘了你跟我讲过的那些故事，还有跟我说过的那些承诺？李轩辕，回来吧！我不想做一个没有守护灵的寂灵人，请继续守护我，跟我分享同一个生命，好吗？李轩辕，回来吧！换作一般莫以安慰身，挚爱的心不变。尘世轮回千百年，只在你怀里沉眠。只要安魂铃声在耳边，诉说那些缱绻。时光如卷，写满所有对你的眷恋。越卷又越远，前尘往事在浮现。岁月又年年，难磨别刻骨思念。断红尘三千，记得曾经的誓言，守护着你，直到永远。越卷又越远，前尘往事在浮现。岁岁又年年，难磨别刻骨思念。断红尘三千，记得曾经的誓言，守护着你，直到永远。越卷又越远，前尘往事在浮现。岁岁又年年，难磨别刻骨思念。断红尘三千，记得曾经李轩辕，誓言，守护你回来吧。你，直到永远。回麒麟空间吧。着你，直到永远。好感人。你干嘛？本来想杀他的，但被他们感动了。我们走吧，南狱夫还在上面呢。姑娘，他体内那个人格非常危险，你好自为之。小妹妹，我们走了。
要结果他吗？回来吧。地狱的火是不会熄灭的。等一下。 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交出无上果跟林怀之。哼！这份大礼，我给你准备了很久。 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早就说过，我们之间的仇怨早就结下了。你是谁？你问的是皮囊，还是灵魂？十二个娃。 夏小姐，好久不见。鬼先生，我就知道您没有那么容易死掉的。实在抱歉，向昆仑的实力实在太强，所以当时我只能诈死自保。您没事就好。哦，鬼先生，他们两个，您能治好吗？我可以，但是不能在这里。赵熙，将主，将这两个小女孩带走。遵命。 夏小姐，曹彦斌正在上面和南玉夫决斗，你是和我们走，还是去看看他？姐姐，你去找曹家哥哥吧，我爸爸也在上面。如果你见到他，麻烦你告诉他，我一定会治好病，等着他。水儿，乖。 狗儿，你们两个好好治病。鬼先生，拜托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还真是顽强啊！ 吃了有毒的豆子，还能坚持到现在？你是怎么办到的？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一个人内心的好奇，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。你这个人渣！谁跟你说我是人了？我本老仙，云巅之上，在我眼里，你们。 都是虫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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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等你7个守护灵全部出来了，再和我一战。许褚典韦，夏侯惇，夏侯渊，去应殿县阵营统帅，居然会和南岳父这种人渣勾结在一起。你慢慢回地狱后悔吧。那位是曹彦明将军，亡国10大奇士之一的伯爵诺拉。我们王国和灵域必有一战。而且如果没有中间的话，其实这个是对的。继续，这中间非常有趣的地方在于，我们所有的人，就我幕后所有的人，其实都如同演员一样，我们在冒险，在剧中演员去做了一个，所有人都认为他做不成的事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有趣的，因为不是所有的人，就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做一个类似于戏中的1号的事，对，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有趣的，也是我们所有的幕后都觉得非常有趣的地方。所以你们想继续？对，必须继续。天地浑浊，美丽花妖魔，吞噬魂魄，欲望的漩涡。你问我为何还要执着，不去从那规则闪烁着金光的枷锁。纵然已有太多人沦为权力操控下的傀儡，仍不甘心把世界交给那些虚伪光鲜败类。抛开虚伪，全力以赴，就算上天从来不分错对。属于灵魂自由的堡垒，是要将它永远守卫。退一无可退，一生错背，将所有负罪燃尽社会。已有太多人沦为他们操控下的傀儡，纵然已有再多人沦